歡迎嚟到微保樂視頻，今集帶大家整一個地中海風格烤雞沙拉。材料呢就如圖中顯示嘅。首先呢，做法就準備雞肉，預熱烤箱至200度呢，喺雞胸肉上塗一啲橄欖油啦，撒上一啲麵香料、鹽同埋黑胡椒呢，確保均勻塗抹啦。將雞肉放喺烤盤上烤20分鐘，直至雞肉熟透，內部溫度達到75度。準備沙拉底啦，喺一個大碗入邊將生菜、小番茄、黃辣椒同埋黑橄欖混合。咁呢，製作一啲調味醬喺一個小碗入邊，將橄欖油、香醋、蒜末啦、乾豉蘿啦、鹽同埋一啲黑胡椒混合均勻。組合沙拉呢，咁你就將雞肉烤好之後呢，等佢稍微冷卻，然後呢就切片，將切片嘅雞肉放喺沙拉上，撒上菲達奶酪可選，再淋上調味醬，最後輕輕攪拌即可啦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。